继续来看郭文摕甲黄国昌昨暝陪因党内的议员参选人林祖武甲吴亚伦到夜市来扫街。啊，讲有一个摊贩报送着进前伫网络顶真红的歌曲，但是郭文摕无听过，想袂到林祖武竟然滚耍笑，讲因为当时郭文摕还佫关伫个头城。安尼来讲有适当无？引起着讨论。啊，郭文摕是来收圆，讲这就是民众党的特色，讲话较直接。谁要拍照来？进来。民众党创党主席郭文摕，甲现任的党主席黄国昌到邦桥陪党内新北议员参选人林祖武、吴亚伦扫街，虽然这个画面伫网络引起讨论。你有听过这首歌吗？真的好吃。好，看起来没有，因为那时候你还在土城，不好意思。这是进前真情的歌，林祖武伫口说郭文摕，所以呢笑甲有淡薄眼油。这个当民众党的特色就是直白啊。这个党的特色就是比较，因为它比较年轻化。柯文哲主席关押在土城，这1年多以来，柯文哲主席错过的何止是流行文化？那口说引起讨论，伫过程中要有这段插曲。哦，他吃素的。对，双蛋煎饼。食出吴亚伦面头前一盘青菜，嚼无几嘴，郭文摕规碗共捧去，好比这人联想起这段画面。郭文摕进前替家己市长参选人张启凯徛台做伙食饭，将这小菜拢扫入碗内，食甲变成话题。郭文摕安尼讲。那我再夹一部，再给黄国昌看他要不要夹。他要夹就夹，不夹就吴亚伦要吃就再绕回去嘛。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明就很正常。那吴姐姐也吃很饱哦，对，那谢谢大家的关心。吴亚伦定前讲青菜是大家做伙食的，后来嘛有食到别项，强调为支持黄国昌。从今天开始，新北市长民调我们要做最后的冲刺。林若虫能够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呼吁。再去拢伫社群平台发布这个低影音，李树川拍证件牌，无明讲后届南北对决。黄国昌竟然为今日开始，搁骑脚踏车代表冲刺民调，要拼新北市长。国民党、民众党两党有志者陆空战绩法，就毋茫讲会当甲立营苏卡会拼关键。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